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川协会双方是同意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学者就分析讲，在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无变，中国一中原则也无改变，双方是有意愿要来管理过度竞争，避免冲突。不过，伊嘛强调讲，无论美中安怎变化，咱台湾加强防卫能力是上界要紧的。顶礼拜，川协会宣告，各界嘛关注台海局势未来会受到什么影响。这位学者伫18点开座谈会分析后续的局势。有学者指出，虽然美中关系长得恢复稳定，有意管理过度竞争，避免冲突。不过，针对川普讲的140亿美金对台湾的军售计划，有学者认为，台湾应当要把握强化咱自我防卫的能力，才通维持台美中三方关系的稳定。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无变，无变是因这上重要的即便是中国，伊嘛是无变，伊嘛是一中政策、一中原则，拢无变的。所以咱个人会当放心，加强自我防卫的决心，这是上要紧的。咱家己无要救家己，还是要期待别人救咱，这是足奇怪的代志。台湾的未来由2300万人共同决定，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政府的这个对中政策、对陆政策。至于什么叫做建设性的这个战略稳定目前看起来依旧只是一个框架，所以未来这个具体的内容，我们还是会具体的去关注学者期待台海关系会当继续维持和平稳定，也乐观看待未来美中关系长好。也若针对川普讲要含治理台湾的人谈的议题，外交部表示目前长得联络，希望会当确认美方真实的想法，嘛期待会当促成台美之间的对话。记者卢尚珠、王志光台北报道。中国举办川协会迄2天，共军也休2天，无侵扰台海。不过，即阵是又搁开始啊！今日一早起是用广播连续赶咱的军机3架。附近的美国军机也随广播强调讲，伫个国际空域是有合法航行的权利。共军一直咧侵扰咱边国造的畅水南海鲲号7月9船。不过，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即阵是提案，讲因为9船的进度去延前着，就要甲后续这号畅水南的预算拢动起来。台湾军机，我是中国海军航空兵，已维持我飞行安全，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军事专家18早起9点记录到共机伫台海附近空域连续对咱空军进行3架广播赶走，不过当时边仔的美方军机嘛向共机连续9架发射。美中双方伫空中互相呛声意思真重，显示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各组舰舰原型南海鲲号7早完成2粒超雷畅水射击测试，并7月交艦。不过，针对115年度国防部预算，哪位马文君要甲舰舰各组第3阶段后续军舰119亿预算全部冻结，阁要删除5亿765万无人机舰舰技术多元整合开发计划案。他已经去年要交件交不出来，今年也延宕。那去年的20亿也还没有执行，那今年又要119亿，又要继续付吗？伤害国家的国防，还有浪费我们的国防预算，才真正的伤害。和平它是要靠实力的，那尤其是近期两岸的情势，我们的威胁是与日俱增，必须要建立完整的可视战力。监督这些我们叫军火自治的同时，你可能在国机、国造或潜舰、国造部分，你可能要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因为你要让这些我们叫造船业者或造机业者，他有机会去成长、去学习啊。因为加美国国会的海马斯导攻火箭系统8亿头期款5月底到期，立法院19、20邀请行政院长杜英泰专案报告7800亿军购特别条例，行政院20要加开临时行政议会处理军购特别预算案，进行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报告甲备询。并如期付款。记者综合报道。中东的战争目前也无要收束的办势。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一座核电厂17时起互无人机攻击导火，引起国际警戒。同一日，沙特阿拉伯也甲3架入侵空域的无人机拍落来。不过，伊朗迄边国家电视台主持人说是有亚请大阿联国旗的动作，讲是配合宣传动员，已经有3100万人报名要对抗美国。伊朗官媒嘛，搁再放调，上船要通过海峡都要收钱。
阿布达比西部的巴拉卡核电厂外围一座发电机17号无人机拍到起火的，无人员伤亡。辐射监测值嘛无各样，这是美国甲伊朗2月开始战争以来头一摆有核能设施拄着攻击，引起国际关注。市场烦恼中东局势会搁再升温，国际油价对得起超过1%，是这2礼拜来的观点。This is a major issue for the UAE as the Baraka plant and its 4 reactors provide about a quarter of all electricity for this country on the Arabian Peninsula. 阿联官员表示，因正咧调查这件攻击的来源，佮强调阿联完全有权对这种恐怖攻击做出回应。国际能源总署 IAEA 表示，根据柴油发电机目前当咧供电予核电厂的3号机组，呼吁各方伫任何核电厂事故位，拢应该存在军事行动到上佳的程度。沙烏地阿拉伯是表示，因攔查3台為伊拉克領空進入的無人機，佮警告會採取必要的軍事行動措施，以回應任何侵犯主權佮安全的企圖。伫這進前，伊朗國營電視台15日的直播節目出現主持人伫攝影棚內底向阿聯國旗開唱的政治畫面。根據伊朗媒體的講法，這個單元是配合近期推動的全國志願動員行動。官方宣稱，目前已經有超過3100萬人報名，準備投入對抗美國佮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另外一方面，伊朗官媒法斯新聞社報道，伊朗要啟動核武器保險計劃，要甲通過核武器海劫的商船收保費，保單的費用以加密幣計算，預計通為伊朗國庫帶來100億美金以上，超過新台幣3160億的收入。美國總統川普17日自家社群媒體鋪文，警告伊朗時間長咧到達，呼籲伊朗領導人上好趕緊行動，若無可能會全部輸了。美國媒體報道，川普預計拜二甲各界國安顧問會面，討論針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的選項。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是要伫18甲川普通話，雙方可能會針對伊朗情勢交換意見。公視新聞陳秋梅編譯。伊朗戰爭已經拍12禮拜，也無停止的辦勢。這場戰爭上大影響就是石油能源大起價，衝擊全世界經濟。安聯集團的首席經濟顧問伊爾艾朗都表示講，影響是分做4個階段。第一階段就是能源起價，全世界攏感受到啊。第二階段通貨膨脹，就是能源起價帶動物件慢行咧起。第三階段就是因為這物件起，造成民眾消費袂起，造成經濟成長求水跋落。多數國家目前是伫咧第2甲第3階段，本身經濟較勇的，可能是物件咧起，民眾無願意消費，也未到影響經濟成長的程度。不過，若是本身經濟較拍心的國家，可能就已經進入第3階段。伊嘛警告講，這伊朗的戰爭若閣拍落，全世界恐驚是會行到第4階段，也就是金融震動，親像2008年金融風暴迄款全世界性的金融危機。也若是咱台灣這半年來股市大起衝破4萬點，不過高一日起落9千點的情形嘛愈漸出現。有學者就分析講，歐美市場若開始變弱，影響到台灣的出口經濟。台灣的經濟成長求水，物件繼續咧起，民眾的經濟壓力就愈來愈重。川習會落幕，不過因為無有關科技業的重大利多消息，國家中東情勢佫緊張，國際油價佫起。頂禮拜五，美股4大指數攏落，拖退拜一亞股走勢變軟，日股中場落價的幅度收斂，落593點，韓股捌大落超過4%，九月油烏冰紅起22點。同款開價起落的台股上價40170點，捌落超過1000點，不過尾盤指數收佇40891點，落280點。畢竟指數已經接近4萬點的整數大關，這個地方除非說國際上有出現重大的利空，否則的話呢，指數要一次摜破4萬點整數大關的幾率並不是很高。那最近的下跌，我認為呢，充其量是漲多之後的整理。拜一台股走勢無強，科技股驚勢較軟，台積電收佇2246.25塊，不過聯發科電腦起價收佇3400塊，起104塊，因為台股指數一直創下新高，這攏是 AI 相關科技股表現真好，為了平衡資本市場，證交所第三托育指數。如果能夠讓更多的在50以外，更多的公司被大家看見，我相信這個是對資本市場的這個均衡發展跟健全化會帶來更大的助力。財經專家分析，這陣台股創新高波動大，資金集中佇少數 AI 族群，選股敗陣效應，托育指數會當幫助平衡資本市場。另外，因為中東戰事後改變數大，那衝擊全球經濟，通膨的警鈴嘛當佇響。
台湾的部分呢，比较是偏向所谓的输入性通膨，也就是说，台湾的外部的原料一涨呢，台湾就会被所谓强迫的被动承受。欧美市场的这个消费如果开始转弱，那当然也会对台湾的出口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学者分析，都惊未来出现程度性通膨，也就是油价维持真悬的起落，央行万一若唔敢降低利息，全球需求变少，台湾可能面临经济无强，不过物价却无明显降低，民众经济压力恐惊会一直欠悬。记者采访报道。澳洲北方矿业公司持有境内关键的矿产，当中也包含稀土。即阵澳洲的财政部就讲，为着保护国家利益，要求北方矿业有中国甲香港背景的股东，2礼拜内就要甲股份拢总卖掉。对于战斗机、增加导引的武器到战略的声纳系统，真侪种高科技的军备拢真挂靠这个稀土的元素。另外，稀土材料也是半导体、电动车甲先进住宅供应链重要原料。澳洲财政部长查莫斯18以保护国家利益为理由，下令6个有中国甲香港背景的北方矿业股东，伫2礼拜内要强制卖出股份，来确保该公司符合澳洲对外国投资的规范架构。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这6个股东持有的北方矿业股权大约是17%。消息指出，北方矿业早盘股价落超过4%。北方矿业是澳洲上市公司，总部是伫西澳，有营运资金甲主要股东拢有中资的背景，加上拥有澳洲上重要的矿藏之一。澳洲政府基于国家安全考虑，这摆出手干预伊股东的结果。2024年，澳洲政府捌要求侪名中国相关投资者爱卖伊持有的股份，也不过随后发现部分互强制卖出的股份，互转到英国的英德公司，引发澳洲当局对规避审查的疑虑。今年4月，查莫斯发布临时禁令，暂时冻结英德公司伫北方矿业股东大会投票权甲股份转让权。这摆查莫斯强制卖出的禁令就包含这英德公司。北方矿业正伫澳洲西部的布朗斯山脉来开采稀土，这样计划达到6亿澳元，是中国以外少数真有规模潜力的重稀土的来源。对着这摆要求股东强制爱卖出持股的决定，查莫斯讲，澳洲有健全而且不是歧视性的外国投资审查架构，表示会基于国家的利益，采取适当行动来确保重要产业的安全加供应链的稳定。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非洲伊波拉疫情愈加愈严重，世界卫生组织是宣布，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甲乌干达尚无已经有88人流病死亡，列入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咱台湾是甲这2国的旅游警示提升到第2级。这回当咧话团是本地布胶病毒株，致死率有50%，而且目前无有放射通知。这款病毒主要是透过血液、体液，也佫有野生动物来传染，袂透过空气传染。若是着病时，sẽ出现发烧、吐咳嗽、气管衰竭、大出血情形。公告的卫生部就表示讲，是这感染的状况，恐惊是比目前的数据佫较严重。刚果民主共和国标出伊波拉病毒，主要集中伫东部伊图里省，其中包括鲁瓦巴拉、蒙瓦卢甲新会布尼亚等地。刚果卫生部昨日证实，实验室上新的检测已经确认有8例去挖到本地布胶型伊波拉病毒株。民主刚果东部甲卢安达相接的大城市戈马已经出现病例，首都金hà沙也有确诊的病例，离爆发中心1000公里，可见这病毒已经传真紧啊！官方坦白讲，实际感染的状况恐惊比目前的数字要佫较严重，引起民众的烦恼。La peur, comme une personne humaine, parce que vous savez, nous avons des enfants, ils à l'école, alors ils racontent quand même beaucoup déjà, et on ne sait pas si réellement il peut y arriver quand même à raconter qui. 伊波拉病毒株有6种，其中5种会活人，上致命的是萨伊病毒株，致死率有90%。捌真侪届伫民主公国等地造成大疫情，因为即届感染的是本地布胶病毒株，2007年伫乌干达头一届互人发现是较新的病毒株，致死率有50%。因为即届的源头，那像就是一个伫布尼亚福音医疗中心上班的护理师。这个护理师发病了后，直直发烧、吐、出血，身体也真虚，是典型的伊波拉的症头。落尾已经死亡，后续也引起更较侪疑似感染的案例。伊波拉是高致死率、病毒性出血的疾病，主要是透过接触血、分泌物等等，也是感染到野生动物传播。严重的时，可能造成侪器官衰竭甲大出血。I think that the solution to this would be for us to have tests that are cheap, affordable, point-of-care tests
which cost very little money, that anybody who comes in with a fever, we can test them. 因为部分感染的地区医疗资源欠缺，卫生条件无好，病毒来传去是真恶控制。事实上，民主公国直直是伊波拉疫情的重灾区。1976年头一届发现伊波拉病毒以来，这已经是当地第17届大规模的爆发。虽然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目前还阁无属于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无需要把边界关起来，也毋过会继续追踪疫情，评估敢有需要进一步提供国际医疗援助甲疫苗支援。真侪公卫专家警告，若准病毒无通好及时控制，无排除会变作是跨区域甚至是跨国传播的危机，搁再冲击到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译。中国广西柳州18饭店发生规模5.2的浅层地震，几两栋厝倒去，上无有2个人死亡。同款是广西河池是落大雨做大水，一只载15个人的货车摔落河里，已经有4个人死亡，也有6人失踪。地震来时阵，这个厝内通报随走出去，主人嘛赶紧走出去。中国广西柳州18反正0.21发生规模5.2真浅的地震，震源深度敢8公里。当时真侪民众拢还阁咧困惊精神呢，紧走去户外空旷所在避难，拢总7000多人紧急疏开。到了，我们几家房子全部倒了。救援单位证实，震央附近有13户厝体倒去，再去伫现场救一个91岁老人出来，随家送医急救，目前情况稳定。另外有一对翁仔某掉伫内底，救出来了后已经无生命迹象。附近街路拢正喙石啊破陷，有一寡民家内部原来有明显必损毁损。目前救援人员也阁积极伫找找其他失联的民众。这个地震影响附近社区，包括南宁、桂林、贵港、梧州甲河池这个所在，拢出现明显有害。其中河池阁因为当地连续落大雨，地势河水最为涨悬。16暗时一台载15人的皮卡，伫大水河阁强强过桥落落涨悬的河水内，当局随派700多救援人员为30公里的范围内抢救。不过当地因为这2天还阁咧落雨，增加救援的困难。同时，事发地上游水位居高不下，存在突发泄洪风险，也给现场搜救工作推进造成了阻碍。目前已经知影这个事故有5个人幸运救起来，其他乘客已经有部分确定死亡，也有几个人下落不明。救援人员也搁伫持续搜救。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来看美国的飞机事故，有一架已经80吨的水上飞机因因故障，紧急降落伫咧路面，竟然是闪开所有电线杆、青红灯，机只3个人拢平安。另外一件是昨伫咧爱达荷州空军基地办航空展，表演的飞机说是小 A 加载飞官跳伞逃生。对参观航空展的民众所翕的画面，因看到2架 EA-18电子作战机伫偏对飞行时，机失去压着，虽然伫空中细细了后就落落来。也不过2架战机总共4个机员赶紧跳伞逃生，就伫战机落落来造成的校园中平安来落地。根据 CBS 电视台及媒体报道，事发的所在位伫爱达荷州的芒廷霍姆空军基地。由驻在当地空军第366战斗机联队主办2年一度以联队私底下叫做庆骑兵航空展，也发生坠机事故。EA-18电子作战机是来自邻军华盛顿州的海军航空站。这型的战机敢若是今年就坐摆加入对委内瑞拉也有伊朗的空袭行动。这坠机的事故发生了后，主办单位宣布，迄天休息活动全部来取消，会场所在基地也暂时关起来。I must repeat, please stay where you are. Do not try to leave the field. Do not try to go to your car. 镜头转来到西南部的阿里松纳州，这架水上飞机由安装伫机室的摄影镜头，完整翕到伊伫凤凰城第7轨紧急迫降的过程。落地了后，驾驶员先离开庆白烟的驾驶舱，所来月头协助2个乘客落飞行机，3个人加载拢无受伤。NBC 电视台甲凤凰城 KTAR 广播报道指出，这架1946年出厂、机龄已经80年的真旧的水上飞机，伫飞行途中引擎向响传出怪声，驾驶员想要收袂好，所来就是引擎呛烟，规个机舱拢是白烟，所来真紧失去悬度。驾驶员所来赶紧甲引擎关起来，所来伫凤凰城第7轨迫降，并且闪过电线甲交通号志。当地媒体引用乘客话讲，这根本就是奇迹。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意大利的土质是沙土甲黏土较济，落大雨时就真到水崩山。目前全国是有50万栋厝，900万人住伫咧高风险地区。
目前正咧列入世界遗产的天空之城，若是土木继续流失，恐惊卖崩落山坎。画面当中，伫咧山顶悬的天空之城，伫咧意大利中部的拜鲁里治奥，为中世纪到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对外，敢若挖靠一条 AA 有坡道的石板桥连接尔尔，景色白苏是红仔册，已经列作是联合国世界遗产的候选名单。今年更较因为韩国的戏剧《爱情如何翻译》伫遮取景，名声抢悬。不一个，这个所在古城的基础建构正咧流失，可能有放落去坎坷的危机。A village that was built 500 meters above that valley over there. It's formed from clay, and clay is very susceptible to atmospheric elements, and therefore to rain. 政府成立科学委员会，专门分析地质状况，为地下14公尺，甲土地建本抽出来，拢是沙，显示地形是真脆弱，真有可能因为落雨就放弃。天空之城这款徛伫的坑坎，更加需要加强固定，为着防止厝落落去坎骹。几当前启动一项真大型的保护工程，伫咧地下挖足深的井，钻入去岩石内底，互建筑更较稳在。They create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etal structure, the cement, and the rock. And that stabilizes the whole structure and prevents any distortions. 不过，天空之城的危机毋那是个案，伫咧意大利超过9成的地方政府，拢要面对崩山、大水，还有地质侵蚀的问题，包括酸软的沙甲土的结构、极端气候，还有地动真活跳，互全国愈来愈侪庄仔变甲真危险。无法度大，伫咧天空之城附近，同款嘛是火山岩火石高地顶头的中世纪庄仔切莱诺，1960年代就去互人放空城，经过岁月的摧残，敢若剩废墟甲老基面的记忆尔尔。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